如果你想減脂成功嘅話，第一件事千祈唔好去跑步，因為呢個就係正正好多人減肥失敗嘅原因。哇！頭先勁大隻蜜蜂，對於大部分人嚟講，跑步係並唔適合作為一個減脂嘅入門運動，而行路可能係更加適合嘅。咁我解釋下點解啊？咁我哋要諗減肥嘅原理係點呢？其實就係去製造一個卡路里赤字，即係去令到我哋可以身體動用我哋身體嘅脂肪作為能量，去填補翻個缺口。咁即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食少啲，喐多啲。咁食少啲好易理解咧，就係控制你嘅飲食。咁喐多啲啦，好多人一聽到喐多啲咧，就會第一時間去諗做一啲最辛苦、最 high intensity 嘅運動，即係跑步出晒汗，即係扯啲，咁可以燒多啲咯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跑到半個鐘步？你覺得跑10分鐘步易啲啊，定係行半個鐘易啲？我相信對於大部分啱啱開始想減肥嘅人，或者冇運動習慣嘅人嚟講咧，你去行半個鐘一定係易過你去跑10分鐘，因為你本身冇運動底啊嘛，你個心肺又唔好，你個肌肉又未承受到呢個重量嘅時候，你貿然去跑步咧，其實係一個極大嘅負擔嚟嘅對你身體。咁所以我哋用一個效率嚟睇咧，就係跑步的確係最高效率嘅，對比起行路，可能你10分鐘等於你行半個鐘7個字。咁但係有幾多個人可以跑超過10分鐘啊？如果你係做唔到跑超過10分鐘、20分鐘、30分鐘嘅時候，咁不如你去行半個鐘。咁你可能消耗卡路里仲更加多，冇錯嘅。如果你可以跑到半個鐘步，一定係比起你行半個鐘係消更加多卡路里，減脂效率更加快。但係好多人都做唔到，一開始你嘅身體係未 ready 嘅。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新手，停一停先。咁第二就係可持續性，同埋對於你身體嘅疲勞管理。你根本上跑唔到超過半個鐘，咁你可唔可以跑到5日、7日呢？係難嘅噃。咁但係你行路，你可以行多5日，行多7日步，你每日行多2000步、3000步係好容易嘅。咁我頭先跑5K 啦，即係我以前有做開運動嘅，我覺得5K 對於我嚟講都頗為辛苦啦已經，即係我跑半個鐘。咁因為我都係啱啱開始重新跑翻步，咁但係對於我嚟講，佢係攰嘅。咁所以我都係一個禮拜跑2-3日，我唔會 expect 我可以跑到6日、7日。咁如果我淨係靠跑步去幫助我消脂，其實個效率係好有限嘅。而且個可持續性，除咗講緊個身體疲勞啦，更加要講嘅就係你有幾容易去 access 到呢一個運動。咁我哋去跑步咧，你見到我啦，又着咗又戴頭巾，又着衫，又着跑鞋，跟住又攞埋啲運動水樽。即係你跑步本身就要去投資一啲產品，即係要去買一啲器材，然後又要去諗我要跑邊啊，跟住又要去spend 一個時間去跑步。咁你行路你可以揀收工早啲落車，行10分鐘翻屋企，食飽飯着拖鞋落去行多10分鐘。你有各式各樣嘅方法去增加你行路嘅次數，而跑步係比較難嘅。你好難話我今日食完 lunch 喺翻工個 lunch time 我去跑半個鐘步先，係極難，係聽落係冇乜可能嘅。咁所以你話對於嗰個 accessibility， 即係你有幾容易去做到呢個運動嚟講，行路係一定易過跑步嘅。咁再講埋個身體疲勞啦，你諗一諗，你跑完步隻腳會酸幾耐？我依家好啲嘅，我啱啱跑完5K，我呢排跑5至6K 咧，我係唔會點酸嘅。咁但係我做咗10幾年運動喎，但係如果你啱啱開始做運動，或者你做咗幾個禮拜運動，你去跑步咧，可能你會酸5、6日、6、7日。咁呢個身體疲勞嚟講，你話你可唔可以捱住酸痛去跑咧？短期內係可以嘅，你可以靠你嘅意志力去克服佢。但係對於你身體嚟講，係咪一件好事咧？咁我就好懷疑。而呢個都係正正點解，如果你係新手咧，你會好容易受傷。對於去跑步嘅話，因為你本身你啲筋腱都未成熟到可以承托住你跑步嘅 loading。因為我哋行路咧，其實係好似單腳落地啦，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個雙腳都係會有一齊掂地嘅時間嘅。咁但係啦，你跑步咧係一定係跑步嘅意思就係你永遠都係單腳落地啊嘛，係嗰個轉換過程。而你每次單腳落地再加埋你個速度咧，你係對於個膝頭哥啊，對於你個腳踭啊，食力係極多，所以好多人一跑步咧就會足底筋膜炎、阿基里斯腱發炎、膝頭哥痛。咁原因唔係跑步唔好，跑步係一個好好嘅運動。個原因就係你突然之間增加太多個跑步啦，你本身都冇跑開步，你應該要循序漸進，咁樣你先至可以對個身體個 loading 比較好。勁靚呢度，呢個係兒童醫院啦，呢度好多草地係好靚，不過有啲曬，同埋前面有啲蟲。咁第三個我覺得要考慮嘅因素咧，就係你嘅肌肉量，因為我哋減肥
好多時候我哋想減體脂肪，並唔係想減肌肉，因為肌肉對於我哋嚟講係超緊要，佢對於我哋新陳代謝嚟講係極緊要。你越多肌肉嘅人咧，你可以食越多嘢，你可以瞓喺度，都比起肥啲嘅人更加容易減肥，因為你身體個肌肉就不停消耗緊啲能量。咁所以如果你減肥就一味淨係做 cardio， 全速係咁跑，你好容易流失肌肉嘅，因為你根本第一 cardio 個對於我哋身體個建立肌肉 pathway 係會有少少阻礙咗佢去進步，即係我哋身體係比較唔中意同時去做好高 intensity 嘅 cardio 同埋去增肌嘅。咁但係你話半個鐘嗰啲 OK， 所以我依家你見我跑半個鐘，我都唔覺得佢會影響我增肌啊。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日日跑半個鐘，日日跑9個字嘅，咁啊其實好大機會會影響你增肌嘅。咁第二就係你攰啊嘛，即係講到尾都係個疲勞管理。你有幾多個人可以跑完步，朝早跑步，夜晚即刻去再做 gym 啊？我覺得唔多嘅。咁所以如果你係極攰，你又消耗緊你嘅肌肉，然後你就淨係為咗降低個重量，而重量對我嚟講係冇咁緊要。我更加最重視嘅係個體脂肪嘅組成同埋個體態。如果你減肥，你減咗10公斤，全部都係肌肉嚟講，對我嚟講係冇意思嘅。咁所以如果你係想維持做 gym 嘅習慣嘅話，行路係可能對於你嚟講係比較好。所以其實減脂跑步並唔係必須。我都分享下，我當時我21年玩健美比賽，我都減到極低體脂啦。我一次步都冇跑過嘅，係完全冇跑步。個原因就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嘅3個原因。因為跑步會令到我好攰，本身我減脂減到咁低已經好攰啦。咁所以我唔希望佢會增加一啲額外嘅疲勞，所以我會用翻可能多1倍嘅時間去行。咁然後同埋我係好唔想去出汗嗰陣時，咁就我覺得哇出汗好辛苦，好唔舒服。咁所以我都係 prefer 行路啦。咁但係我絕對唔係講緊跑步唔係一個好嘅運動，因為你見到我依家跑緊步，就係證明其實跑步係有佢嘅好處嘅喎。即係咧，我係覺得跑步第一件事頭先都有講到，就係 efficient 啲啦。我可以用短時間增加咗卡路里消耗啦。第二就係佢可以增加我嘅心肺功能，因為你行路咧，你係唔會行到120、150心跳嘅，好難嘅。咁但係有時候我哋嘅心臟個負荷增加咧，先練到佢嘅。咁所以佢對於我哋心肺功能嚟講係好好嘅。咁第三咧就係 mentally 嘅一個放鬆。我會覺得跑步依家帶俾我更加多係一個精神上嘅快樂，我可以好享受跑步嘅呢一段時間，然後跑完步個人會舒服好多，諗嘢會清晰好多，而呢個係行路帶俾唔到我嘅。而所以點解我覺得跑步係一個好好嘅運動？我並唔係想否定佢，而係對於好多人一開始想減脂就去跑步咧，其實係唔太好嘅，因為你冇考慮到自己嘅情況係咪真係適合去參加跑步呢樣嘢。咁當然你可以慢跑啦。你可以話我跑3公里先啦，4公里先啦。咁如果係咁樣咧，都係可以嘅。咁所以其實個重點就係你要睇翻你身體嘅情況，去揀適合你嘅運動，唔好一嘢拉高太高強度。你以前完全唔習慣嘅一個運動，你唔好一嘢增加太多個運動量落去。如果唔係，你 sustain 唔到，容易受傷，影響你個肌肉嘅狀況。咁所以如果我俾個建議咧，就係新手嘅第一件事唔好去跑步。去增加你個行路先，你可以打開你個即係通常依家手機都有啲 app 去 monitor 你個步數嘅。咁如果你見到你係平均每個禮拜得嗰5000步、6000步 which 係好 common 嘅，對於都市人嚟講，你將你個步數 average 增加到8000步、9000步、1萬步先。咁平均可能10分鐘1000步，咁你就會諗，如果10分鐘1000步嘅，我爭大概3000步嘅，我咪每日行半個鐘咯。你可以點樣每日行半個鐘咧？可以朝早可能翻工前落去行10分鐘先，咁可能對得好多人嚟講，我可以瞓覺喎，唔緊要，食完 lunch 咯，食完 lunch 去行10分鐘，收工嘅時候做一個站落車，行翻屋企10分鐘。咁對比起跑步嚟講，已經係最低投資嘅一個運動嚟嘅啦。咁你話唔得喎，會出汗喎，好唔舒服喎，咁我會話，如果你連3000步都唔肯去 commit 嘅話，減肥真係對你嚟講未必咁適合。因為減肥一定要付出㗎啦，即係我會覺得減肥可以開心，可以融入到你生活，但係你一係就係食少啲嘢，一係就喐多啲，最理想就兩個一齊做。咁所以點解我會強調就係你要增加你嘅消耗，但係你唔好過分去極端。咁但係你話我連想去努力都唔想去努力嘅時候，咁其實就好難去減到肥，因為你身體就係由你依家嘅運動，由你依家嘅狀況所造成出嚟嘅。
而你唔會改變你而家嘅狀況，唔會改變你而家嘅運動量，你又想期望有改變咧？呢個係一個我會話係痴人說夢。咁所以對於大部分人嚟講，增加咗你嘅步數先啦，行多3000步，去到10000步先啦。咁如果你話我已經開始減脂有成功，然後想增加下跑步呢個運動得唔得咧？咁係絕對冇問題，係絕對可以。而我依家都係咁，因為跑步係開心嘅。咁但係你話我已經減脂成功啦，但我真係好憎跑步。但係我 feel 到有啲平台期咯，咁都唔可以唔使增加跑步嘅。你可以調整你嘅飲食，你可以喺個運動選擇度，可能做 gym 嗰度啲動作個選擇做好啲啊，或者你個最緊要係飲食度增加一啲變化咧，都可以幫助到你減脂。同埋如果你真係已經有一類人係有膝頭哥痛、腳痛，又想減脂快啲咧，可能踩單車可能會好啲，因為你個跑步個 loading 有啲實在太大。咁所以今集就係希望幫助到大家去諗，就係如果我想減脂，究竟我應該去跑步啊，定係行路？咁所以答案都好易理解，就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，跑步並唔係一個最合適嘅選擇。咁所以我依家點解會拍住片同大家分享咧？就係我想增加我行路嘅步數，我都想行翻多少少去幫助我減脂。咁啊就差唔多啦，因為前面大馬路好嘈，咁所以今集嘅分享就係咁啦。咁我哋有機會咧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